除了说一级产业的一个发达之外呢，其实台湾在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也往6级产业的形态来做发展。所以呢，在随着我们整个国际兰展在举办的一个形态，然后我们也促成了更多有关兰花的文创商品业者，然后生技产品业者，也都相继以兰花为主题来投入各式的一个研究与发展。我想整个产业的发展的模式呢，其实更需要整个产业的一个扩大跟连结，把观赏用的兰花把它变成是会香的，对，那会香的之后呢，再把它变成功能性的这个原料，好，充分的利用兰花的根茎、叶、花、种子，把它淬炼成就是3级、4级到5级，目前是农委会定义的5级农业科技化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市政府这边，对，也算是很培植，就是我们在地的兰花、在地的兰农，然后在地的兰花的这个生计。对，那甚至就是在之前就是疫情的期间，我们的市长有没有特别就是找了这种可以抗菌的兰花，来保护市民。我觉得这个也出发点也真的是非常的好。把兰花种子干细胞里面真的有功效的地方应用出去，所以这其实是第一个结合在原料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怎么去协助兰花的业者，真的可以把它的花就是卖得更好，即使它卖不出去，我们也可以吃下来做精油。那这样对于兰农而言，它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大小月的问题？那它也不会受限在疫情的问题。它今天不是一个人育种这个花去承担那个风险，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东西呈上国际舞台。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以我们后壁兰花生技园区为核心，那希望说大家不仅看热闹，也看门道，也看到了我们兰花产业无穷的生命力跟一直节节高升的产值。我必须跟各位报告啊，我们从去年大概10月以来，这个出口有一直在下降，最大的跌幅比起最高的高峰点大概要下跌1-2成，但是我们兰花产业还是一直在上升，所以可见这个消长就知道说我们兰花的竞争力、生命力在哪里。那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兰花的这个外销已经达到了这个疫情前的水准了，甚至已经突破了。所以，我们今年希望会能够更好，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台湾国际兰展，一起来欣赏兰花，看兰花的艺术，看兰花的生计，以及看兰花的未来，都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0号礼拜一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民进党为20号开始进行党内立委初选登记，第一天完成登记的包括前台南市观光旅游局长郭振辉要挑战第1选区，另外现任的立委第4选区的林美锦，甲第5选区的林俊宪，嘛伫咧今仔日完成登记。接下来，咱来关心安平再生水厂上午举办的通水启用典礼。内政部商务处长吴东安、市长黄伟哲、甲立委陈天辉等贵宾，拢到场见证。这座水厂启用以后，初期每一天会当提供1万吨的再生水，予南科园区使用。安平再生水厂供水启用，循环再。台南市安平再生水厂正式启用，总建设经费大约41亿。甘平区分为再生水厂、环教中心、输水管线等等，伫第1期通水会当供应1万吨的再生水，予南科使用。这个安平再生水，事实上是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很快速的完成，而且能够直接用最好的这个再生水品质提供给产业用水。安平再生水厂的处理流程采用2阶段 RO 处理，确保水质符合高科技产业先进制定用水标准。另外，因应台南市水情接紧，中央下定伫4月底扩大供水到2万吨。我们会依照水情、气候还有产业需求，我们会来修正我们的
用最客观的条件来修正我们的相关计划。所以也就是预计我们会未来还会再继续扩大推动再生水的一个建设。那另外也将水资源的一个调度的一个备援能力，我们要想办法再让它提升。安平再生水厂专期预定伫113年来完工，到时产水规模将扩大到2.3万吨以上的再生水。而除了永康、安平两座再生水厂，正伫咧施工当中的仁德厂也有计伫明年底来完成。未来3座再生水厂加起来，上侪会当供应6万吨以上的再生水，作为产业用水，对创造产业日基有正面的作用。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中嘉宽屏三冠农上主车为今年2月开始，甲中西区5条港里合作，推动上青春的台南人伫遮系列的活动。其中舞蹈 MV 版已经结业，作品预计3月底将伫台南市第3公用频道播出。另外，创意摄影甲媒体教育班现主时嘛进行当中。由中嘉宽屏三冠农相处车，甲台南市中西区5条港里来合作，推出创意摄影甲媒体结合班，主打创意摄影结合媒体，希望拍破长辈只要翕花花草草，甲传早安问候的图像，重新来认识长辈的视觉，开办上青春的台南人伫遮的摄影班，互长辈自行来发想、设计，并且亲自担任 model。20号上午，一家人摕着手机甲平板，行出活动的据点，教互我实际来练习如何翕出好的相片。拍的时候是平行的去拍摄它，这样会比较好。0.6的超广角，我们就会开超广角再去把它拉得更长。哦，脚很长啊！你可以用超广角去拉。伫个爱图特摄影老师吴巨定的带领，20位学员是伫走访中西区的巷弄甲古迹，不管是巷弄的灯角，或者是古迹的景点，4个拢是摄影翕相的好所在。吴老师表示，教导长辈翕相，主要是以兴趣为第一优先，有兴趣比钻研技术更好。基本上教长辈摄影，我会比较倾向于他们以乐趣为第一优先。那至于说什么很多的摄影技巧，我倒是就会觉得还好，对，因为我觉得有兴趣会比去钻研技术会来得重要一点哦。那就是像我们这次这样的课程，可能就会教他们怎么用手机去做风景的拍摄啊、人像拍摄之外的话，会再教他们怎么用后期的制作去帮他们做一些比较有趣一点的影像合成。20位的学员年纪对50-60岁到75岁拢有，透过户外实地摄影，真紧1.5点钟就过啊。有的学员对原先的青训，到后来小姐要来做 model， 不只会当翕别人，嘛会当互别人翕，学习无同的翕相技巧。很高兴呢，刚好有这个课程哈，也带我们学习很多拍照的理念，还有这拍照的技巧。因为我对拍照很不灵光，不太会拍，所以就想来学习。对。哦，那个技巧美感真的很重要。对，老师都有说到重点。每一位学员拢有个人无同的风格甲创意，最后搁伫个社群平台或者是通讯软体来分享，互每一位学员拢收获满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3月是种树仔月，立委陈天辉特别举办捐发票送树苗活动。为了方便民众就近领取，3月25号上午10点，公布伫个立委陈天辉、议员陈怡珍、陈秋平、周丽珍以及创专的联合服务处，佮准备400张的树苗。民众只要用2张发票，就当换1张，种树仔又搁做爱心。随着3C 科技的发展，民众使用载具存发票模式愈来愈普遍，连带大幅影响到弱势团体发票募集数量。佮加上这几冬因为疫情的关系，也互弱势团体募款更是大受影响。
因为现在云端发票的盛行，那华山基金会在募集发票上会多了很多困难。那非常谢谢陈亭妃立法委员一直以来对华山基金会公益活动的支持，那也将这次爱心生活圈的公益发票全数捐赠给我们华山基金会。为了帮助华山基金会目前照顾长辈经费，同时也为了2050净零碳排目标来努力。立委陈亭妃结合立务局以及多位民代，共同举办爱心生活圈活动。民众只要用2张发票，就会当换小树苗回去厝。我们鼓励大家，就是可以拿着发票，又可以捐给弱势，又可以换取我们的树苗。所以这一次我们跟几个联合服务处一起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是市区非常重要的在市区当中很需要这样子一个生活圈的一个感受呼吸，所以呢我们就不希望说大家这个长途跋涉，或者是说这个路太遥远所以我们就就近，包括永康就在秋平医院的服务处，然后这个北区中区就在宜真的服务处，然后东区就在望泉的服务处，南区就在州立金园的服务处，就是就近。当我们把这个讯息抛出去之后，然后再加上亭妃自己在安南区的服务处，每个地方都可以拿着我们的发票来兑换，那就是这个3月25号早上10点开始，那我们准备这个2000颗，那各服务处是400颗，所以只要是我们拿着发票，可以到我们这几个服务处去做兑换，然后我们这个发票就全数完整的捐给了我们的华山基金会。爱心生活圈活动将在3月25号上午10点，在立法委员陈亭妃安南服务处、陈亭妃甲台中北区服务处、市员陈秋平永康服务处、市员周丽景服务处以及蔡王泉东区服务处，和民众用发票来换钞票。市民朋友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当做公益，阁有当兼顾环保的活动。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关田区龙田国小18号欢度78周年的校庆，同时嘛举办新校舍证书楼教室拆除中建工程的落成典礼，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郭国文、议员尤英智、吴通良、陈秋红，甲侪侪贵宾拢做伙出席，欢喜迎接龙田国小78岁生日。龙田国小太鼓队以精彩演出庆祝学校78岁生日。活动这天除了校庆以外，另外一件值得庆祝的代志，就是新的校舍进士楼要来重建启用啊！市长委特伫致辞时，首先感谢龙田国小校长以及老师对着教学顶面的用心，也感谢立委郭国文伫国会上的努力，替台南市争取教育经费。以及3位在地议员积极争取牛电付款顶面的帮忙。龙田国小不管在跑道，不管在建筑，不管在步道，不管在铺面，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这个设施，硬体的设施，还有许多包括营养午餐的优化，我们都已经做到了。但也必须感谢许多过程中努力帮我们争取，尤其是郭国文立法委员在我们选区里面，一直很努力的帮忙大家，来争取许多的建设，还有我们各位议员，尤永志、陈秋红、吴通龙，各位议员在我们议会里面垫付款，通通都是要求尽量来早点通过，让建设经费可以早点到位。教局表示，龙田国小进士楼教室拆除重建工程总经费7249万，兴建地上3层楼校舍，包含一般教室15间、便所4间、楼梯以及连接走廊等，提供普通教室、科林教室、视听教室以及资讯教室使用。尤其龙田国小教学成绩备受社区的支持甲肯定，这次新的校舍落成甲启用，也为校方助力新的活力甲意向。市府也期盼校长会当持续带领学校团队，融合学校甲地方发展特色，运用出国者杰出的人才。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20236月群戏院3月18、19号2天，伫群新戏球原理3个所在推出系列的活动。18号伫市群新龙山寺的开幕仪式，
由市长黄伟哲、南区区长肖秀华、甲龙山市的主委吴志祥等贵宾，共同揭开活动的序幕。乐活昆士湾系列活动自2010年开办以来，南区区公所甲地方团体致力经营推广，将昆生、喜秋、湾里的人文底蕴、海岸风光、龙鱼产业，透过丰富游程展示给大众，互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伫有食、有啉、阁有汤耍当中认识南区。今年的昆喜湾来到我们龙山市，那可以说是有吃喝、有抓又有玩哈，大人小孩都开心。那其实昆喜湾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到昆生洗漱湾里。这个虽然是南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落，但是也充满了文化气息，也充满了大家开心的回忆。那在这边好，欢迎大家在18号、19号这2天，通通都有哦，欢迎来到昆喜湾。昆士湾系列活动举办至今迈入第14档，这次拄好轮到昆生来办理。今年就特别规划独木舟体验以及海产美食等活动。那今年刚好迈入第14年，也轮到我们昆生。那所以我们以海洋的元素来做一个串联，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行销我们南区所有的观光景点，也让大家市民朋友一起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在地主人家是昆生龙山市主委吴志祥，也特别感谢区公所以及区长肖秀华举办活动的用心。就从咱这个小区长来吼，从这个活动吼用了搁愈较热烈，搁包括吼每一日拢有参与到，这是足无简单的。所以讲吼，各式的迄个佚佗的物件拢足济，阮呢嘛非常的欢迎吼各地吼，咱一寡遮好朋友来遮啦豪华船，搁一寡观光证啊啥有无足济，来甲参与，直接嘛有啦，感谢咱的区长的用心啦吼。除了独木舟的体验，现场还安排表演团体来演出，同时嘛有真侪特色单位以及社区来设档，耍的、食的、看的，啥物拢有。南区区公所欢迎市民朋友踊跃来参加。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伫台南市有20档历史的工业团体展顺良自由会，18号暗时举办第21届会员大会。有来自各行各业新加入的精英人士，开了150外桌，场面非常盛大。创办人曾顺良希望良友会会当持续发扬公益成果，再创第2个黄金20档。良友会18日伫林德区大象宽庭餐厅举办第21届会员大会，包含市长黄伟哲、前议长郭信良、立委陈廷辉以及跨党派议员10多人共同参与盛会。曾顺良的查某囝，也就是台南市议员曾之杰表示，良友会会秉持着过去20档来帮助弱势理念，迈向另外一个黄金20档。良友会呢成立至今21周年了，这个黄金21年，这21年的岁月很不简单。那大家是志同道合走在一起，那因为善的力量，大家结合在一起，所以良友会长久以来呢，就在地方，除了做公益活动的推广。那我们在地方呢，对这个急难救助的部分呢，相当的尽心尽力。那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也一直抱着热忱跟爱心。那也期许良友会能在我们许志成会长，以及我们的精神领袖曾顺良先生，以及现在的执行长曾庆凯先生，还有我之杰议员，在带领我们所有的副会长、顾问群，还有我们的会员，可以接下来再缔造下一个黄金20年。良友会除了不时举办关怀活动，还有良友杯儿童画图比赛、特金合作奖助学金、圣诞下元市集等等。这公益活动会当顺利举办，拢是良友会全体会员慷慨捐赠所促成。良友会会长柯志成也欢迎有爱心想要帮助弱势朋友，做伙加入良友会这个大家庭。阮良友会呢，即摆全力阮所有咱家的会员。大家呢集资集力呢，共同呢就是在做这一项的这个社会的服务。那希望呢能够创造一个大家呢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或是有能力可以帮助其他的人，家的人呢，大家让共同做伙，让咱的生活呢愈来愈好。良友会伫会长柯志成、前后任执行长曾之杰、曾信凯。总干事李光彦等人的努力之下，
凝聚众人的力量，用行动实践良善循环，造予社会正面的力量。这付出不只是为台南市东区，也为整个台南美好未来拍下清高基础。市议员曾之杰表示，农友会会秉持着协力同行、关怀永续的精神，持续对社会公益以及绿色进行力，再创第二个黄金历史档。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北门有真侪盐田，其中正雅卡盐田是现有上古老的盐田。现在不止开发多元的盐文化，佮结合当地平安盐节，成为具有特色的旅游景点。云嘉南风景管理处特别以这做主题，制作一支影片，结果得到柏林旅展金城门奖、生态旅游类的银旗奖。真侪排列的下巴盐田是台南北门正雅卡下巴盐田的特色，搭配一边的盐田露水的倒影，以及光影交织变化万千的彩霞，景色非常的迷人，总是吸引一个游客前来佚佗。整个区域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维持了它一直以来200年这样的一个风华。它现在还是有在人工晒盐。11月一直到3月是瓦盘盐田整个生产盐最活跃的这时候。正雅卡下巴盐田是台湾现今上古早的盐田，延续了100年的排盐计划，并宣扬排盐文化，同时引进民间资源，开发多元的盐文化商品。另外，结合当地的平安盐节活动，将这成功打造为一个兼具文化保存、环境教育的所在。我们之所以会去参加柏林影展，我们想要传达的是，这个地方不只是现在在生产盐，各位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会现在有4个这个让游客去做一些体验的，就是我们想把这个一级产业的这个生产盐，逐渐把它带入到跟油气跟游客来到这个地方有所谓的环境教育，让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哇，玩盐巴，原来这里盐田是这样产生的。你所接触到的盐，可能小朋友来到这个地方，他一辈子没有在盐巴里面打滚过哦。所以我们整个画面呢，把平安盐祭的请盐跟这个送盐的这个仪式带到这个里面来，就是想要去传达井仔角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历史产业文化的这样一个意涵。它不是死的，它已经除了存在这个生产之外，也转型了。它跟生活都跟旅游很有关系。它是还是一个活的盐田。那这个活的盐田不是只有纯粹晒盐，晒掉大粒光、晒了光。你来讲啊，一颗盐1粒汗。那现在就是金在讲，你看现在里面都还会有人在那里面去玩盐田，去推一下盐田，享受一下哦。原来盐田要晒盐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部影片是由云嘉南风景管理处所制作，同时得到今年柏林旅展金城门奖生态旅游类银星奖，加上先进的一国际酒项，让正雅卡下巴盐田成为国际认证的环境影响旅游景点。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